正道，今仔日正道的题目，咱着唱《和散那》，请陈牧师。大家平安，咱同心来祈祷。主，愿带着你的祝福平安来到你的圣殿，特别伫这个疫情传染的时，主求你互阮知影，真正的信心就是伫危险患难的中间，犹原有平静。求天父上帝接纳阮上好的准备，也互阮用信心来行过这段日子。求天父上帝你。特别也互阮伫今仔日，通过圣经记载，阮甲主耶稣同齐来行往耶路撒冷。主，这是2000年来的礼拜，也愿天父上帝你伫今仔日的礼拜，互阮得到你生命的信息。阮伫你面前咧祈祷，我耶稣的圣名，阿门。这个日子是耶和华所定着诗篇118篇。上帝啊，求你甲我开义的门，我要入去来敬拜。诗篇118篇是伫耶稣来到这个世间的前1000年的时间，所以当咱咧读这两段圣经的时，咱无感觉伊有一个时间的这个鸿沟。但是我爱咱知影讲，伫耶稣还未来到这个世间的时，其实上帝就是一个历史的主，伊伫1000年前就通过启示。互大笔写出来诗篇118篇，所以伫传统上咧过中秋节，就是过节前的一礼拜日，这个中秋节，传统上教会拢会读诗篇118篇，然后佮读这个福音书内底，包括马太第21篇，也讲奉主耶稣、奉耶和华的名来的，应该受极大的恶乐。何山啊，何山啊，何山啊！迄个故事咱拢知影，包括伫今仔日，虽然圣经无读到的故事的内底，但是今仔日的这个诗会陈长老，伊伫伊的祈祷中间就讲到，互阮亲像一个互主使用的一只骡仔，这是表明伫伊个准备的时，咱的诗会的长老有定心去默想圣经内底的记载，但是牧师今仔日的经文并无一开始。就用福音书这个故事内容的记载来做咱今仔日礼拜的思考，因为我爱咱知影讲，伫今仔日诗篇的中间有一个真要紧的祈祷，就是主啊，求你拯救我，主啊，求你互我真正认捌你。所以我要邀请咱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倒去了后，对今仔日到后礼拜咱3见面。求天父上帝，互你用基督的心，甲2000年来所有基督徒做伙来认捌耶稣。所以今仔日的礼拜是咱努力想要邀请所有2000年来这些圣徒以及天顶的天使，咱做伙伫这个所在来做敬拜。无同款的民族，无同款的文化，总是讲一种的语言，叫做和散那。和散那这个字，如果你来讲哈利路亚和散那，无论你去到世界对一个教会对一种的语言，伊拢知影你是基督徒。因为和散那甲哈利路亚已经真多，全世界无论天主教、基督教犹太教，无论是你用什么种语言，你若读到这个语言，你就知影讲，这就是咧讹了上帝。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互咱用恭敬的心。咱对耶稣基督行这个受祝福的道路，荣耀使命是未嘅道路。通常伫中秋节所吟的诗歌，有当时会带有一丝丝淡淡的忧愁。今仔日圣歌对所唱的这条诗歌多拉雷萨这个字，基本上就是耶稣的苦路。伊是咧表明讲，伫过来这个礼拜中间。叫做受难周，所以2000年来，若到这个受难周的时，教会拢会邀请兄弟姊妹讲，唔通车花宴乐，唔通交际应酬，因为这礼拜真神圣，是咱咧感谢耶稣为咱受苦，迄种的感恩、安静的祈祷。所以要邀请兄弟姊妹，
这礼拜虽然咱伫疫情的中间，还是讲恁的工作无用中间，牧师这礼拜特别今年有缘无停止这个祈祷会，无论你一个人来还是无人来，牧师有缘要为恁祈祷，嘛要邀请恁伫厝里内底做伙来过这个受难周。因为受难周最要紧就是提醒咱，咱都所谓的敬拜耶稣，伊听咱到外深。所以，这个日子是一个充满奥妙的日子。所以，当大卫伫伊的诗篇中间讲，这就是耶和华所定定的日子。对旧约到新约，4000年来这段上帝所有的话，对起头就充满启示。所以，这段圣经其实有真多话，你若真足甲听、真足甲读的时，你会感受到，好亲像有。伫福音书内底，遐个故事会走伫你的心内。愿天父上帝对恁讲话，因为牧师的言语非常非常的有限。愿天父上帝，咱明白，和散那这个字原本是一个悲情的祈祷。和散那这个字本身原本就是求你拯救。伫旧约中间无和散那这个字，旧约只有一个字叫做求你拯救。但是伊的读音真共款，所以到后来的新约福音书，伊就叫做和散那。伊甲求你拯救这两个字合合做伙。基本上伫圣经中间只有出现5摆，足少。但是这个字伫教会内底真侪通人拢知的一个真要紧，真侪一个俄罗我的上帝，因为奉主耶稣、奉耶和华名来，就是咧讲耶稣。耶稣因为上帝的差遣，所以来到咱的中间，伊应该受极大的恶乐。愿天父上帝，互恁知影，每一个礼拜，过去咱叫做守安息日，所以今仔日要有一种的教会，因拜六做礼拜，迄个教会叫做安息日会。恁知恁捌听过无？安息日会，因到今仔日要个守安息日，就是拜六。但是全世界基督教的教会拢改变，毋是咱否定过去旧约内底咧讲，咱就爱守安息日，毋是。咱改变做守主的日，因为伫礼拜日就是耶稣过活的日。所以对迄个时阵开始，基督教甲犹太教无共款的所在，就是咱的主耶稣，伊所定定的日，毋是悲情的故事，是一个。带有应允，是一个欢喜，就亲像咱拄则所念的圣诗406首。可能30几年来，我伫教会我的印象中间，我真少用这条圣诗做礼拜日的圣诗，因为我感觉迄是主日爱囡仔咧唱的歌，但是毋是，迄条歌应该就是每一个谦卑的基督徒，伊讲主啊，我就是一个细囝，你就是我的上帝，耶和华，我要学到你。和散那，和散那，归伫至高的上帝。愿天父上帝，甲咱三甲伫地，咱读今仔日的圣经。伊讲伫即个所定定的日，耶和华所定定的日，奉耶和华名来，应该受恶乐，受祝福。即个祝福甲恶乐这两个字，伫26节是同一字啊，同一字。所以恶乐上帝屈家恭敬敬拜，甲祝福这两个字是共款，伫犹太人无分。英语嘛无分，英语叫做 bless，B-L-E-S-S， 会当讲赞美，会当讲恶乐，会当讲敬拜。所以我讲 bless the Lord my soul， 意思讲你着恶乐我的上帝啊，我的心啊，你着恶乐上帝。所以有时这段话换作恶乐，有时换作祝福。所以当咱读这段话的时，咱会感觉怪怪。奉耶和华名来，应该受恶乐，这无问题。意思就是无论圣神，无论天使，无论耶稣，上帝差遣伊来，伊伫人类的中间，伊应该受恶乐，无问题。但是咱若甲读中文的，搁落去的第2句，伊讲我要对上帝的圣殿，就是伫礼拜堂的中间，我要祝福你。有时咱的心内毋敢安尼祈祷。咱是人，咱凭什么祝福圣神？对不？我是人啊，
我凭什么要祝福天使？我是一个应该受怜悯、受祝福的人，我凭什么反倒转来祝福我的主耶稣基督？因为伊奉主耶稣、奉耶和华的名来。哦，原来这段话中间祝福甲怜悯，其实就是一体两面。感谢上帝，咱是上帝的囡仔，所以咱有权利通学乐，咱嘛有权利通祝福。愿天父上帝甲咱三合地带，所以今仔日我要邀请兄弟姊妹，咱伫咱将来对今仔日开始到永远，伫咱一生的中间，咱常常唱和散那，常常唱哈利路亚。所以有真侪地歌，Sing Hallelujah to the Lord， 哦，唱哈利路亚，向上帝唱哈利路亚，也是向上帝唱和散那。你会当将这歌背起来，然后你咧开车的时，得时不得时，你拢会当常常敬拜赞美，敬拜你的心中的上帝，甲天使，甲圣神，甲2000年来所有教会的圣徒。咱超越时间甲历史，咱做伙伫上帝面前恩主唱和散那。愿天父上帝甲咱三合地带。拄则牧师有小可提起，和散那这个字原本是一个旧约的字，但是伫旧约的中间，所有圣经伫旧约圣经从来毋捌翻译做和散那，拢翻译做主啊，求你拯救我，我求你，愿求你。拯救我，一直到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这些群众，所有这军队耶稣基督的人，伫圣神的感动，忽然之间，伊将两句话，甲伊变做一句话：和散那，和散那。为了耶稣骑驴啊，进入耶路撒冷，对迄个时阵开始，和散那叫做俄勒，毋是干那祈祷。对于迄个时阵，和散那真侪学了这个上帝的基督救世主来到阮的中间，所以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来对恁讲话。虽然这段的故事奉主耶稣的名来，应该是有极大的学了，记载伫福音书4本的福音书拢有写着，但是独独路加无写着和散那这个字，但是意思同款。所以，伫整个马太、马可、约翰这3本的福音书，整个出现只有5摆。愿天父上帝甲咱三合地带，伊的意思就是要学了上帝。所以，拄则牧师甲咱解说讲，奉耶和华名来，应该受学了。愿伫耶和华的圣殿来祝福你。这个字是共字，所以的意思就是称颂、赞美。也是讲屈家敬拜，佮有就是互相祝福。有上帝的祝福，有人的祝福。人会当回应上帝的听，人嘛会当奉上帝的名来宣告讲：主啊，我学了你。愿主将伊的祝福放伫咱的中间。拄则英皇长老伊所祈祷的中间咧讲起，互阮真侪一只小小驴仔囝，伊的故事就是记载伫马太福音21章。伫第9节的中间有讲到一个状况，就是前行后随。耶稣咧行耶路撒冷的时，有家己头前的群众，有对伫后壁的群众。圣经描写了真水，前行后随的众人。兄弟姊妹，咱就是前行后随的基督徒。因为2000年前有对耶稣的人，伫2000年后的咱嘛是咧对耶稣基督。所以伫历史上，咱今仔日的礼拜。咱毋是孤单的，有天使甲咱做伙礼拜，有这正圣堂甲咱做伙礼拜，是咱看袂到，但是上帝荣耀永远归伫咱的中间。所以每一摆的礼拜，咱有信仰告白有无？我信上帝，兄弟姊妹，毋是一个习惯。每一摆恁若徛起来做伙做这个信仰告白的时，请恁爱用恭敬的心徛听听。唔通随便，你第一句宣讲的话讲，我信上帝，爱对心中讲上帝，你真正是我的上帝。
所以咱的礼拜每一个礼拜中间所安排，无论是信仰个别，无论是吟诗，无论是读圣经，拢是咱2000年来伫教会咱的前辈留互咱一个规矩，嘛是通过这个无声的言语，这个礼拜，互咱受造就、受帮助。至关的所在，阳光归伫天父上帝，和散那归伫代表的子孙，就是咧讲耶稣。愿天父上帝甲咱撒个地地，所以和散那本身的意思就是娱乐，但是和散那的意思嘛就是主啊，求你拯救我。亲像几礼拜前牧师甲恁分享一个叫做耶稣祷词，主啊，求你怜悯我，有无 ？Kyrie song， 这是2000年来伫传统的教会中间，因为早期的教会用希腊语、用拉丁语做礼拜。所以伫迄个中间就发展出来一个全世界拢统一的一个祈祷，叫做 Kyrie song。Kyrie 就是毋是奇异果咧 ，Kyrie 叫做 Christ， 就是基督的意思。伊对希腊语来，圣经的信仰，主啊，的 song， 的 song， 意思就是怜悯我。伊甲和散那意思共款，主啊怜悯我。兄弟姊妹。如果咱若拄着艰难、软弱、软弱，兄弟姊妹，到咱吐气讲袂出来，毋知要安怎祈祷的时，爱会记哩，有一个祈祷叫做“主啊，求你怜悯我”。愿主圣神陪伴你，因为耶稣讲，当你毋知要怎样祈祷的时，圣神要用讲袂出来吐气替恁祈祷。主怜悯咱，互咱伫今仔日的礼拜知影。其实3000年前，大笔就带咱安尼祈祷，所以大笔讲：耶和华求你拯救，求你拯救。拯救的意思就是约书亚、何西阿、何西亚拯救。所以你伫圣经中间看到几啊本册，若无解说，你毋知影讲原来迄叫做拯救。何西阿的名、约书亚的名、耶稣的名，其实拢甲拯救同音，所以何西阿嘛是一个拯救的意思，约书亚嘛是一个拯救的意思。救世主拯救耶稣的名，其实甲约书亚就是同字根，所以耶稣的意思就是，这个囡仔出世，伊的名你就该叫做耶稣。意思每一摆人若称耶稣的名的时，就等于讲。主啊，上帝啊，求你怜悯我。求你的意思叫做那的意思。主啊，求你，愿恳求你。求天父上帝，咱伫今仔日学一个祈祷。牧师无要甲你用上课的方法，我互恁知影讲，原来这个圣经就是安尼写。有迄个蓝色细细点点看起来文字，毋知啥物字，迄个圣经旧约中间的希伯来语。第一字叫主啊，求你恳求你的这个恳求你这个字，伊叫做难 ，N-A， 那拯救叫做何西亚，就是何西亚的意思。愿天父上帝甲咱撒下地，所以这两个字到做伙变做和散那。所以每一摆咱唱和散那的时，嘛是咧讲主啊，我学了你，主啊，我恳求你。原咱对今仔日个礼拜开始了，你就知影讲，基督徒其实就是遮尔幸福，遮尔快乐。咱要伫上帝的怜悯中间，咱得到伊的帮助。所以今仔日牧师要甲恁做3个祈祷。第一个祈祷，伫礼拜日祈祷。每一个礼拜日拢是敬拜学乐的日。今仔日的圣经讲，这是耶和华所定定的日。所以咱的主日是来到教会来唱。和散那，敢是？所以咱来到教会咧吟诗的时，应该是足快乐、足大声，挡袂牢。因为对拜一到拜六，我逐日经验着上帝的恩典，所以礼拜日我应该学到上帝。因为牧师也无影拜到拜六，我其实足辛苦的。你若无足快乐，你嘛会当唱和散那，对无？因为牧师拄则甲恁分享和散那的意思，就是主啊，求你怜悯我，对毋对？所以伫快乐的时嘛唱和散那，伫忧伤的时嘛唱和散那。耶和华所定定的日，所以基督徒
毋通去贺日啊！台湾人大事小事拢爱去叫人安那敬日有无？但是基督徒自从真捌上帝了后，逐日拢贺日。台湾人即摆嘛感觉拜六礼拜拢贺日有无？所以咧敬日的人，伊到落尾即摆啥物日上方便？就拜六礼拜，因为逐个人拢方便，迄就当然是贺日啦。但是咱前早咱就安那无紧无急食饱字，基督徒伫稳定的中间，也有我所定定的日。所以特别是今仔日是中秋节。兄弟姊妹，这个日是一个充满奥妙的日，因为对上帝创造天地的时，伊讲起头有道，道甲上帝三甲地底。耶稣也未来到这个世间之前，耶稣这个道就甲上帝同在。后来道来到这个世间，成做肉体，丰丰富富，充满稳定甲慈悲。愿天父上帝，互咱明白。中秋节、礼拜日，其实就是充满祝福的日。每一个上帝所定定的日，伊是充满上帝的启示、上帝的话，佮有上要紧，就是上帝的国度要临到，天国临到。所以当耶稣来的时，伫福音书内底讲，伊伫逐个乡舍、逐个庄头。传天国的福音，注意听，耶稣伫逐所在传天国的福音。愿天父上帝将这个天国的福音来赏赐予你。马太福音第13章35节，也是25章34节，伊讲得到天顶的天父上帝祝福的所有兄弟姊妹，请恁来到上帝的面前，领受这个伫起头上帝创造天地时，就已经为着恁准备的祝福。所以每一摆做礼拜的时，拢是咱带着敬虔的心进入上帝的门。所以代表讲，就为我开迄个义的门，我要入去。每一摆我来到上帝的面前做礼拜，拢是带着一个较无期待、甲深信。我深信，我若进入上帝的厝，迄个所在充满稳定甲慈悲，也我是好。因为伊的慈爱永远伫地，愿恁伫今仔日的礼拜领受。因为这个日子是什么种的日子？是互咱有盼望的日子。这个日子是互咱有盼望的日子。所有每一个礼拜日，所以每一个礼拜日，咱放落过去一礼拜的工作，咱来到上帝，伊的礼拜堂，伊的圣殿，伫这个所在追求上帝的事，就是甲上帝讨讲。主啊，伫新的一个礼拜，伫新的一年，主啊，求你将你的祝福、甲愿望放伫我的头前，用愿望听候我。啊，这你期待吗？愿天父上帝，照着拄则咱所读的圣经讲，主伫创世之前，创造这个宇宙世间之前，就已经为着咱备办的天国的福音。主听咱的祈祷。所以今仔日为什么咱要读这段的圣经？以有所思，17节第1章17节18节，因为这两段话就会当讲到咱的祈祷和善啊，求咱的主耶稣基督，求主耶稣基督的上帝，就是荣耀的天父，以赏赐恁圣神，迄个圣神要带来智慧甲启示，要互恁得到真正的智慧。互恁真正知影上帝是神，咱毋是举香对拜，咱毋是举香对拜，啊，这是毋是？咱每一个人拢爱真做真正认捌上帝圣经宝贝的真正的上帝道理的囝子。所以今仔日圣经真重要。当你咧讲何山那的时，就讲主啊，叫你开我的目睭。将迄个启示的圣神放伫我的心内。以前我读无的话，忽然我才知影讲，为什么我已经读无？因为我的目睭无开。但是求天父上帝开我的耳孔，开我的目睭，互我看会清楚
这就是互咱看到耶稣伊对咱人生中间的重要。耶稣就是迄个开门的人，耶稣将上帝启示带来到这个世间。所以耶稣本身就是伫哥罗西第2章中间讲，伊就是迄个锁匙，伊要将上帝奥妙的门拍开，互世间人通知影。所以耶稣就是带来启示的救世主，耶稣嘛就是完成上帝差遣的使命。所以这是咱做礼拜，咱叫做主日。意思就是主耶稣基督国活的日，是属于主的日，是所有求耶稣讲你是我救主的人，做伙主日来领受祝福的日子。咱来到主的面前，今仔日咱带这个祝福倒去。保罗为着以弗所的教会，以弗所书足要紧这本册，其实就是咧讲起要安怎建立一间健康的教会。所以以后恁若咧读以弗所书的时，恁来为教会祈祷，因为以弗所书只有6章，这6章咧讲起要怎样建立一间健康的、臃肿的教会。保罗为着以弗所的教会安尼祈祷讲，求上帝照明，意思是讲上帝开恁的目睭，互恁的目睭明亮，恁就无搁再伫黑暗中亲像青迷。主照明恁的目睭，互恁知影伊的稳定。互伊知影，互恁知影伊的呼召，互恁的人生有愿望，互恁看见，你毋是一个卑微的，是一个无路用的草地人。每一个上帝所创造的囡仔，拢是带有上帝荣耀甲尊贵。愿天父上帝互咱知，每一个属上帝的人，咱的生命要对卑贱、粗俗、黑气，变做带有上帝阳光富有的形象。求主甲咱三甲地地。所以这个日子是提醒咱来敬拜上帝。这个日子嘛，提醒咱2000年前的耶稣，伊带阳光入耶路撒冷。2000年前的耶稣，伊用伊的生命带咱脱离黑暗的关系，伊用伊长阔关深的疼来望着咱孤单的心，要互咱知影，检查咱软弱，但是伊要将这个疼、上帝稳定放伫咱的中间，互咱知，耶稣毋是死就煞，耶稣若死，敢若受难，就无基督教。但是耶稣赢过生命的关系，伊阁活，甲世间人讲，上帝手中有权柄，超过活命。伊是上帝，对永远到永远，伊是上帝。也这阿门嘛。愿咱求上帝开咱的目睭，互咱对今仔日开始，咱毋是敢若听牧师的讲道，咱是真正伫咱的人生中间去经历着，对天来到咱生命中间，摇花咱的上帝，咱天顶的阿爸。愿主耶稣将上帝的权能带到咱的中间。所以过来这个礼拜拜到拜六，以前咱只有拜1、拜2、拜3、拜4跳过拜六，因为这礼拜拜5本地应该伫喜乐保育院做圣餐礼拜，但是二林区的教会因为这届疫情，所以决定今年无要过受难周的圣餐礼拜，咱阁加趁着一天。所以咱拜5会当伫咱的教会内底做礼拜。所以要邀请兄弟姊妹伫即个礼拜拜到拜六，咱做伙来到教会，咱跪落来。咱通常咱拢坐咧祈祷，咱真少跪咧祈祷。但是你若愿意伫即届受难周的时，你会当试看卖，甲牧师坐做伙。你若讲牧师啊，我已经年纪较大吼，要叫我跪咧吼，实在跪袂落，毋是我无够谦卑，而是我的骹都真正跪落爬袂起来。不要紧，恁就坐伫咧第一排、第2个。愿天父上帝甲咱三甲地地，互咱今仔日甲耶稣伫中秋节
唱和散那行入去耶路撒冷，你人用想象的。但是伫拜一到拜六，但每一个人个人家己追求你的上帝，追求你的耶稣。愿天父上帝伫这礼拜，互咱做伙来唱和散那。2000年前的诗歌，今仔日咱要过来唱。2000年后，咱会行行顺顺，有缘要唱和散那。因和散那是荣耀上帝的意思。诗篇今仔日的圣经讲，奉耶和华的名来，应该受恶乐。奉耶和华的名来，应该受恶乐。我们伫耶和华的圣殿内，向你祝福，恶乐祝福，恳求怜悯，拢是共一字。愿天父上帝甲咱三角地地，因为伊是上帝。今仔日的圣经最后伊讲，你是上帝，我要恶乐你；你是我的上帝，我要尊重你的性命。咱的上帝是对古早到今仔日，也是对今仔日到将来的上帝，是吗？咱的上帝要互咱的生命不搁再孤单，你相信吗？你愿意来军队，亲像早前军队耶稣遐个人吗？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时时常常伫主的面前唱和散那，这是咱一生的诗歌。和散那是咱一生的诗歌。拄则我有甲咱讲，和散那伫圣经中间其实只出现5摆，是一个出现足少的字，但是伊经过整个圣经中间最要紧的信息，伊的意思就是主啊，求你怜悯我，主啊，求你拯救我。伊是2个字，恳求你拯救我，恳求你拯救我。啊，弟姊妹，你若讲不要祈祷，上少你甲这段话背起来。恳求你拯救我，愿天父上帝将和散那放伫恁的喙中，也写伫恁的心头，互咱的一生就亲像耶稣身边的这犹太人，因用伊的母语，用因以前从来毋捌唱的和散那，将2句话变做1句话。互一条旧的诗歌变做新的诗歌，愿天父上帝赏赐咱生命的诗歌。今仔日咱所念的这条诗歌，伊是一个日本的音乐家所写。这个音乐家是差不多是袂使算近代啦，但是伊出世伫1896年，住伫台湾的教会日据时代，因为1895台湾就互日本统治啊。这个作者在1896年，这个圣诗406首，受提来放伫圣诗的时，这个人也未过身。1971年才过身，所以咱今摆咧念的这本圣诗，基本上是已经差不多要50年。这个人的名作有意思，伊叫做主伊金川这个人。恁会当看伊的这个歌谱的顶端伊的名叫做苏一子，苏就是主的意思，一子就是1、2、3、4，就是1、2、3、4，一子。我咧想，伊的爸爸可能是基督徒所以才改号名叫做主伊啊。主伊的意思是我的上帝是第一要紧。我的囡仔将来要将上帝摆伫第一，是毋是我毋知影，因为无资料甲我解说这个。但是伫网络顶我讲到，这个人是日本伫近代一个真要紧的西方的音乐家、作曲家。还是因为这条诗歌，恁会当常常唱，用囡仔迄个单纯的心来唱。伊讲细汉囡仔的天国，平安王四字水。照顾囡仔过祝福，是我主耶稣。和散那至权的主，和散那至权的主，和散那万王的王，大家着乐乐。兄弟姊妹，咱亲像耶稣身边的人，会将伊过去的信仰旧的观念，甲伊唱出一条新的诗歌。我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最后的祈祷讲：主，当我唱和散那的时，就是将我的人生来交伫你的手中。
主以前我若是一个孤单咧行天路的人，主啊，我若以前若是一个孤单咧拍拼的人，主啊，对今仔日改变我，互我伫今仔日亲像樟树这的人咧对耶稣基督，因对伫耶稣的身边。马太讲前行后随，主啊，今仔日我将我的将来，我的一生交伫你的手中。牧师常常伫礼拜中间提醒恁，牧师今仔日嘛要邀请恁，恁的人生还阁足长，但是有一个真要紧的功课，就是你们要尝试将你们的生命、生涯规划、恁的生命的标杆。来寻求上帝的旨意。你若追求上帝的启示，上帝要开恁的目睭。今仔圣经讲，上帝要开恁的目睭。所以，不是要邀请恁对少年，就亲像这个主医金川，伊将上帝摆伫第一，伊写落叫伊生命时光。虽然伊过身啊，但是伊生命时光犹原还阁伫基督教的兄弟姊妹中间。来受流传，愿主甲恁开稳定的门，愿主甲恁开义的门，愿主甲咱开真理甲活命的门，愿主互咱常常有机会追求伊做礼拜，主甲咱三脚地地，互咱通过咱的祈祷甲圣心的帮助，互咱真正知影，耶和华真正是上帝，这毋是一种的观念。这不是一种宗教的观念，耶和华真正是上帝，是因为我经历到这个看不到的上帝，伊真做我的帮助。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祝福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恁拢领受上帝恩典，恁拢看到这个看不到的上帝，但每一个人拢同款，咱真做上帝祝福的行事。亲像亚利比，伊讲独独耶和华最王，独独耶和华是上帝，伊是我的上帝，是永远的王。唯耶和华是真神，是活神，是永远的王。阿门嘛！愿主开咱的目睭，互恁的家庭受祝福，到代代无尽。愿咱伫上帝的话内底看到咱家己将来的这段。原来伫圣经的话语的顶端看到上帝的计划，亲像早经的诗，伊讲人心筹算，你的心内会当记忆，你会当图谋，你会当想象，但是独独上帝耶和华，互伊得到立定，互伊得到定着。人会当筹划，但是无一定会当照安尼来得到。独独耶和华咱的上帝，你问牧师讲，记伫什么所在？不爱甲你讲呢，因为你昨无来查经。无啦，牧师要甲恁讲，恁定心对看箴言第19章。愿天父上帝甲恁三脚地地，互恁看到上帝阳光，互恁得到圣神的启示，互恁做一个真捌上帝的囝子，好唔好？咱每一个人拢真捌咱的上帝。咱的上帝是一个不藏私、不保留、长阔高深。听咱的上帝，愿咱伫个面前目睭伫咧拍开，有光芒，更加重要。看到上帝阳光，愿天父上帝将伊的荣耀放伫咱的中间，互咱日日甲耶稣同行，互咱决志做上帝的囝子，互咱对心内。尊重家己，唔通看轻家己。你要知影，你是上帝看做宝贝的查某囝、囝子。愿天父上帝，互你甲伊参详了后，感动咱，知影此生此世，咱的生涯规划，甲咱人生的计划甲目标。人心筹算，唯有耶和华立定。人的心的计划。上帝看伊最好，上帝就甲伊祝福。咱同心来祈祷。何山啊，何山啊！
万王的王，万主的主。何塞那，何塞那！你是阮的救世主。伫今仔日，阮敬拜你。对今仔日开始，到一生的结束，何塞那的救主耶稣，求你，互我对你甲我一生的路尾。阮众人同心，奉你的圣尊名求，阿门。